我每个以前啊，那个孟婆客栈，孟婆客栈。哎呦，你台语袂歹呢。我都有在看，我拢甲慧兰姐对不对？哇，公你的角色好可爱哦。小主角。真的，你请教我在看。对。我觉得那一出我真的是很不简单哎。听说他也有入围哦。这个金钟奖4个奖项。对。而且重点是他去年非常厉害，他得到了什么？再大声一点！猛下都你扣不得哦。对，哇，真的是他们都很期待他来现场哦。是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傅凯哦，他好像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西螺哈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来的，有没有也是第一次来西螺？举手一下。对，你们第一次来西螺的举手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你敢不是条条来？许富凯你。许富凯你。电视顶看到他引导，来到现场看，搁较引导啦，伊是安尼意思啊。我想讲许富凯哇很可爱啊。是。我们现场应该有很多第一次来西螺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有没有第一次来西螺？有，前面很多，对不对？真的啊。那你们从哪里来的？高雄、苗栗还有什么？我们来比最远的好不好？有没有最远的？台北还好，如果你基隆还比较远啦。哪里？妈妈的肚子里不是，不要乱讲。所以，好，那大家呢，我们也希望说，大家第一次来到西螺的朋友们，可以爱上西螺了哈，因为我们西螺真正是满满的热情。真正，而且呢，好吃的美食啦哈，今天、明天2天呐，我们后面还有这个西游乐园。所以许富凯歌迷，如果说今天太晚了，没有车回去，留下来。对，大家明仔载再去叫许富凯安尼啦哈。所以接下来登场的歌手是谁？许富凯。我听不到，大声一点。许富凯。再大声一点。最后句了，来，掌声加尖叫，欢迎许富凯。尖叫。全场的尖叫声在哪里呢？再来第一首歌，一寸真心，谢谢。风萧萧，梦无情意。孤夜只有暗淡的月半点暝，咱因为爱相情，怨人破地。规片中的痴，我无一寸真心好也去，声声凄厉。今夜又搁想起你开见面，如人生像玫瑰，若无爱落心情，这片心伤心伤袂停。把阮是袂堪的过去写伫心的情。每每拢听袂开咱的心，若是有一日徛在面前，阮想要问你，敢有留你一寸的真心？谢谢桥上的朋友。手边的朋友，社区表民、中线朋友，全场再来一个尖叫声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声声凄厉，今夜又搁想起你开见面，如人生像玫瑰。若无爱拢是情，
这份只有伤心伤袂停。放是袂堪的过去，写在心的情意。每拢听袂开咱的心。若是有一日徛在面前，真想要问你，敢有留一寸的真心？放是袂堪的过去，写在心的情意。每拢听袂开咱的心。若是有一日徛在面前，真想要问你，敢有留一寸的真心？再来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许富凯。中秋节快乐！OK， 我常常来西咧，毋过毋捌淡薄唱歌互大家听，所以呢，今仔就感谢咱的郑镇长邀请，我们给他个掌声好不好？办这么好的活动，谢谢镇长。小心小心，镇长也是我们富凯的歌迷啊！哦，真的，真的。听说他儿子都有在唱我的歌，是不是？对。今仔刚好来。无来啦，妈妈把你迄个重要话当无来。好，没关系。接着呢，我要唱的这一首歌，祝福大家，希望大家今天都可以度过一个很美好的中秋佳节。带来这一首就好，谢谢。谢谢我的粉丝，谢谢。哈哈。还有所有桥上的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三月的窗边，烟火的旁边，阮你伫有你的情景。离开已经遐多年，拢无你的消息。你敢有找到你的春天？花开已经过时，唔通搁再等你。阮亲像花开的花蕊。青春已经褪了色，也无人来同情。若爱你，哪通怨恨你？祝福你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，顺着你的心。爱你的人在身边照顾你。祝福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秋雨旁边。若是寂寞的时会当想你。是，唔通搁再等你。阮亲像花开的花蕊，青春已经褪了色，也无人来同情。若爱你，哪通怨恨你？祝福。
选着你的心，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，石孤单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旁边，若是寂寞的时会当想你，就予你平平安安、舒舒服服，选着你的心，爱你的人踮身边照顾你，就予我平平静静一人踮在树雨的旁边，若是寂寞的时会当想你。谢谢，就好，谢谢。来，各位，我们的许富凯尖叫来一下，来2下，不要停，好停。哎，好厉害啊！他们进化了，他们都有在吃喉糖，保养喉咙。哦，我觉得我跟许富凯经常见面，但是今天是第一次来跟咱塞雷。对啊，塞雷，互你的印象是啊，你讲，哎，拄仔你有讲就讲，你定定来到咱塞雷这边。我一定要讲一个，为什么伊甲塞雷有缘分，你知无？因为我捌，按塞雷有一间妈祖庙叫老大妈，对不对？哦，对，有嘛？有啦，哎，对，这样。他们的那个庙歌是我唱的。啊，是哦。对。所以你若有去这间老大妈这间庙去遐拜拜，伫内底就听到我的声音。哦，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跟我们西螺在地渊源比如说跟姓名嘛，这会关系对不对？对。哦，不怪波比，甲你今嘛哇，拢做歌王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谢谢。我很多要来的时阵，有先安去了西个店内，小可食一下物件。啊，你有吃到啥？有什么有？你有跟着他吃啊？哇，厉害！没有，他意思是说他有吃饱啦，他有吃饱，吃饱才来的啦。对，许富凯吃过，就下一个就换你了。哇，你给他讲下。因为今仔是15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我今仔食素食。哦，15，老的15会食菜啊。嘿，迄间素食店真正就好食的。我嘛有去太平妈拜拜。哦，太平妈拜拜。希望大家咱去遐拜拜啦。是。我比大家身体健康。是，但是上重要就是你来到这地华，对不对？咱来到咱西螺镇这边。是啊。你有没有看到舞台右边那个桥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西螺大桥70周年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。对啊，因为这个是完工70周年，所以要祝福生日快乐。以前呢还没有高铁，是，然后爸爸那时候因为就从北中南带我去歌唱比赛嘛，哦，对，常常会经过西螺大桥，常都会经过西螺大桥的。对啊，所以这印象中有人拢伫脑海内底。哦，所以这也是过去这个小的时候的记忆，是，然后一直到现在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站上西螺这个舞台，有没有什么感想要跟大家说的？就像你的进去感想跟大家讲一下吧。对我来讲，你看今天月亮这么圆，是不是要唱一首？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？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这是 bonus， 掌声来一下，对不对？太厉害了！你看哦，这么漂亮的一座桥，然后配着我们的那个月亮，很适合拍照。尤其今天又是中秋佳节，是啊是啊。哦，大家一起同在西螺当中，看到许富凯欢喜哦。谢谢。你咧爸伯爱讲开心吗？哎，咱西来讲，大家有加赞哦。哎呦，谢谢。第有赞哦，西咧地工作有赞哦。啊，许富凯哎。谢谢，对不对？哦，话做大声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啊，我们富凯一定要经常来西螺这边，会哦，不管是来唱歌也好，是哦，还是说呢，来我们附近的景点走走也好，是都有不一样呈现，对不对？好的，也希望说呢，这个许富凯啊，不只是说蝶兰赛这比，而且要恭喜你，真的要恭喜你，你去年呢，我们演那个孟婆客栈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年呢，在这一出戏当中啊，可以说入围4个金钟奖奖项，对不对？孟婆客栈，对，真的，你什么时候要入围一下金钟一下？对我来讲哦，人生很难讲，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都不知道。但是呢，只要有机会来，我们都去把握。先求有，
再求更好。当然，对啊，有了金曲。金钟就不远了啊！希望主持嘛，最厉害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所以哦，那时候为乡亲和朋友、歌迷朋友，要不要继续支持许富凯？谢谢。接下来带来什么好听歌曲啊？很可爱的一首歌，哎呦，要比爱心。但是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不太方便，把手举起来。你们先举给我看好不好？全场一起，爱心，我的粉丝都知道。爱心，你哪那么比？哎呦，桥上的朋友，来，桥上也比一下，桥上不要以为关灯我看不到你啊。中间第2排、第3没有，只有1排，这一排的都没有比爱心啊，这样不行。这一首歌呢有个重点，我希望大家待会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就跟我一样，我预测一下，你说你是我上爱的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，哎，拢是熟悉人咧唱，边仔人拢无熟悉，你是我最爱的。谢谢，来，掌声，米教派，谢谢，许富凯，谢谢。我今天不比大爱心，就比小爱心。谢谢举着灯牌的粉丝们，谢谢你们。阵阵风吹吹来南波寒。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他山，今夜的天星，你一定知影。痴情人思慕的心情，就都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来，用双手接我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看做冬天的彼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。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给自己掌声加尖叫声，谢谢。也给我们现场的所有工作人员一个热情的掌声，非常的辛苦，谢谢他们。又是三更半暝的暗暝，梦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。不惊月娘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来哦，做一下运动好不好？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。是我的一切，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，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为你化作冬天的彼白花，惊你受风吹，惊你凉冷规暝，因为你是我的一切。予我做你小小的温暖的棉石被，日日夜夜为你的情如火。一份爱的代价，爱你今生今世，全场一起，你是我最爱的。谢谢。
谢谢西罗所有的宝贝，再自己掌声一下。可以请那个阿公把他推过来吗？我可以跟他拍照吗？他一直拿着我的我的名字。来接过一下，接过一下。来，借我过一下啊。哎。啊，真的，来，谁帮我们拍一下？有没有？可以。要相片。谢谢。相机吗？你可，我有啊，我无去啊，这边我有，这边我有，哪一台？跟我讲一下。好，谢谢阿公，谢谢假大礼哦，谢谢。来，借我过一下哈、哦，不好意思，谢谢谢谢。阿妹啊！虽然呢，那唱，听讲镇长因囝拢唱我这首歌。这首歌。今夜搁再想你，谢谢。今夜搁再想你，来，同声欢迎，咱来傅凯。谢谢。一切亲像在梦中，已经几多年，也无再想你。凄凉的暗暝，梦无打失眠。的话雨来离开，你也想着心伤悲。想当初你甲我甜蜜的情意，过去啦，无缘的，今夜搁再想你。已经几多年，今夜搁再想你，你的声音令我心稀微。无缘的无论去倒位，我会永远思念你。虽然我不知影你甲我已无缘，过去啦。在想你，一切亲像在梦中。你离开已经几多年，也无再想你。凄凉的暗暝，梦无打失眠。无缘的
也想了心伤悲，心当初你甲我甜蜜情意，过去啦。 好棒的中秋节。